想了下代。
首歌曲吼，希望观众朋友安尼吼，节目一个开始较轻松一点的歌曲哦吼，啊，搁刷落，等下老师要安排吼500。哦，咱500拢足酷的，嘿啊吼，叫做飞伫风中的小雨。啊，老师做准备，哇！啊，节目一个开始吼，放人唱首歌，哎呦，遮侪人甲人拍扑啊呢，感谢哈。这首歌，咱讲实在，若咱谢芳玲小姐，啊，来甲伊掌声鼓励。安尼哦，拍拍手，掌声加尖叫。都爱搁吹高丽。查某囡仔是咧面皮先，莫记得莫遐教。老师咧讲话，在甲你学咯，吼。我甲你咧讲话。我还袂甲你学咯着哦。气势。哦，嘿啦，气势。自信真好啦，吼。所以讲，人咧讲就有音乐囡仔的时阵对无，未变歹。哦。无弹琴的时阵对无吼，啊以后这打头较在。安尼哦。啊，我头拄甲学咯啥？学咯个，游来去，游来去哦，游来去，游来去，游来去，叫做吼。高八度音哦，转假音哦。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安尼像咧拍车恁共款。啊，我是感觉讲你唱了真顺，真自然，而且像这个吼，啊，这个佫有带一寡热情。哦，所以讲才甲你掌声鼓励。安尼我嘛感谢吼，你的掌声嘛感谢咱观众朋友的热情甲掌声哈，谢谢咱台南的林大姐，感谢咱的。梅香姐姐、sen树大哥，感谢咱的台中汤大姐、金秀大哥、秋香姐姐、李天来大哥、陈忠信大哥，哦，李月娥姐姐哈，感谢0066吼，谢谢咱的林清港大哥、龟山蔡大哥、邦桥张大哥，啊，咱的清客大哥、酷酷姐吼，啊，各位咱美华姐姐哈，四昌大哥好，跟咱英贵大哥、玉玲妹妹。歌咏的胡大哥，还吴青松大哥，今天嘛有上线哈，来就3787，谢谢哦。来，万里美尤大哥、尤大嫂、龟山菜大哥、千羽姐姐，谢谢哈，感谢哦。庄训昌大哥嘛有啊，吼上线。吼啊，我讲的美华来，逐工吼，拢若无出门做工课，拢共拍扑啊吼。来，宜兰的郑大哥，谢谢中永一江，邦桥杨大姐，洪东特大哥，董先生，台东的龙大师，朱阿姨，今仔有咧拍扑啊哈。台南的欧大哥你嘛好哈，台南的林大姐，中和的刘大哥，来谢谢以上今日拍扑啊。继续老师安排这首哦，赶快甲阮鼓励。飞伫风中的小雨。条爱情路，敢是乌云起远渡，将阮月流的目屎吹冷冷的风。彼时家己有约束，为我倒转来彼时会伫我身边。思念起个伊，请你帮
表我爱你，爱情总是滴滴哔哔，足多情狂的代志，拢发生在热恋的时。飞伫风中的小雨，请问你敢有看见我思念起的伊？请你帮我诉情意，讲我伫远远的所在，犹原爱伊。飞伫风中的小雨。好，谢谢，来哦，感谢哇，线顶市场大哥、英贵大哥、中永会长啊，咱的东英大哥吼，谢谢先树大哥，咱的蔡大哥、林美哦，感谢吴青松大哥，哦，爱千怡姐姐吼，带朋友呀吼，来感谢酷酷姐、天来大哥、尤大哥、尤大嫂，谢谢咱的美华郑大哥、蔡大哥、吴大哥、秋香姐姐。杨大姐，啊，你伫咧甲江林老师拍扑啊哈，谢谢你哦，感谢。来，安尼咱即摆要来进行着今仔日安排歌曲哦，希望今仔老师安排歌曲，啊，恁拢会当介意。来，头一首歌曲《男儿的心声》。音乐声，带着美梦的天涯，啊，随着阮的心情。沈文成的《男儿的心声》。来，第二首哦是妈妈的撩魂。天色袂光，阮着想念；天色袂光，鸟仔出梦。替人洗衫又煮饭。好的。第三首歌曲《心爱的小姐》。站在路边等着伊，等在几半暝，甘愿忍耐仙东风夜夜。哦，来哦，哦，来第四首是《可怜酒家女》。为着看见来锁地，做着酒家女。第五首《男子汉的爱》。男子汉，男子汉。男子汉的爱。来第六首《一卡皮箱》哦。犹原一脚皮箱，又搁转来故乡。好，今仔上尾一首来酒干那盘。哦，来哦，电话拢总准备开哦。那啉酒，哪来念歌？啉甲面烧心为寒。那卡死的
直大来刺着阮的心肝。好，来，拢总有7首歌曲，甲咱观众朋友来做分享哦。爱记得头前的专线电话，即摆开始来甲卡8326-317。8326-317。你好，来，武忠大哥你好哈。哇，今天第1名做干爹。哦，我下凯哈，好，谢谢武忠大哥哦，哈，好平安，谢谢。来，郭大姐你好，好哦。我下凯哈，好，来，这是来郭大姐平安，谢谢。来，尤大嫂哦，阿嫂你好啊，你今天要听倒一首？卡破皮筋。好，我下凯哈。好，谢谢尤大嫂哦，哈，好，谢谢平安哦，哈，好，来，美华姐姐哦，阿姐你好哦。姐姐你好。姑姑哥。你好。哦。我即马搁伫罗东啦。啊，佮大家都伫罗东哦。嘿。哦。伫咱家己养生馆啦。善待自己啦，我会住4、5天啊。安尼啊。我等要看你的节目，看书我就要转去。哦好。要转台北。安尼哦，好，啊，请我小哈。好，啊，你今仔要听倒一首？嘿。一卡袂收。好，你等下你要知道，我非常爱你，爱你们2个啊！爱你哟！谢谢。爱你，非常的爱你们2个啊！哟，谢谢，感谢。哎，来哟，啊，来伊朗大哥哦，你好哈。大家好。好。我一个手一卡破皮。好，我下开。好，没问题哈。阿三姐啊。多婷，江玲你好。阿三姐，你想要听哪首？我要来点那个第6一卡皮箱。安尼哦，哦，我下开了哈。好，我来下开嘿，谢谢。来，钟永A奖。大家好。安尼哦，我下开哈。哦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吴大哥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哦。你好。我点第6首啦。事业要亲像好，收掉哈，谢谢。来，阿卢阿姐。喂。嗨，阿卢姐，你要听倒首？点一卡皮箱。哈，你嘛是哦。好，我下台哈。好，谢谢，平安，康康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康，下面老师帮你们说大家好，第5首。男子汉的心来。哎，张大姐你好。喂，嘿。喂，你好。玉兴。你有听无？来，爱听电话筒内面的声音，听得回收嘛。喂，来哦，哇，无你听，来金凤姐你好。特别金姐。嗨，咱你的是。你好，江玲你好，大家好。安尼我甲你写开哈。起波起波大刺。青江大哥你好。你好。好。我点第4首。好。可怜的酒咖喱。安尼吼，好，我写开哦嘿，好平安，谢谢啊。来，天来大哥你好。我先第5首。好，我写开。安尼哦，好，我写开哈。好，谢谢平安哦嘿。刘大哥你好。你好。好，我这个第6首。第6首遐，好，我写开哈。这是咱刘大哥，啊平安哦嘿。好，大家请我小哦吼。来，这2空啊呢，啊真正天气就开始反凉冷啊，足寒啊吼，啊恁呢会记得注意保暖吼。来哟，玉鑫哦。听电话筒内面的声音。有听。你爱听电话筒互你的声音呢，张大哥。哦好，来第6条哈，好。来，这是阮的玉鑫大哥哈，好，来。这首歌曲真正是真侪人点的吼，来龙顺大哥你好，龙顺大哥，
你好。一卡配香。好，我下开哈。好，平安吼，来，这是咱的龙顺大哥哦，吼，遮侪人点吼，好来，郑大哥你好。你好。好，大哥，你今仔要听倒一首？一卡配香。安尼，好，下开哈。英雄所唱。好 ，OK， 平安，好，无问题。申诉大哥。哦，大哥大美女两位好。好。今仔要听倒一首？来听心爱小姐第三首。心爱的小姐，啊，你是怎样？我下开哈，来，这是咱的申诉大哥，平安，谢谢。你好。等来阮的林太太。光临小姐，江宁两位帅哥美女午安，谢谢，好。我要听男子汉的爱第5条。有情有爱有目屎。有恁咧陪伴吼，拢嘛。你安尼是啥物做？你有啥唱呢？大哥的时阵，你拢安尼唱啊？安尼哦。鸭叫我。哦，都要这样子。瞳孔加讲出来。你专属的时代哦。对啊。对。好看，伊有足自然的。对，来，于小姐你好。帅哥美女嗨。好。啊，我今日听。好。可怜就咖喱。好，来哦。好，我下开哈，好，谢谢。来，玉玲妹妹。好，大哥啊。今仔要听到。男子汉的爱第5首。我下开哈，好，平安，谢谢。来，安排歌曲哦，一卡配上。来，这首歌曲有咱武忠大哥、尤大嫂，咱阿卢姐啊，咱的玉兴大哥，谢谢咱郑大哥，也有咱的美华之姐、宜郎大哥大嫂、阿雪姐啊。忠勇爱将，破主的吴大哥，还有咱的刘大哥、龙顺大哥，以上甲咱点这首歌曲哦，咱一卡配箱哦，唔是破配箱，是一卡配箱。三讲四唔对。一卡配箱。又过转来故乡，伊当时爱轰动，少年袂了想，离开着心爱的故乡。怎样这里袂这样？愿情梦一场，事业袂亲像，不知心爱的甘要原谅。一卡配箱，又过转来故乡，伊当时爱轰动，少年袂晓想。心爱的姑娘，
心爱的原谅你。为怎样这呢袂正意？乱情梦痴情，事业袂亲像，不知心爱的甘会原谅你。谢谢。一卡皮箱，哇，一卡皮箱吼，是谢谢咱的谢富明大哥、神树大哥、咱的中永爱将、市场大哥、台中李先生、春德大哥，谢谢哈。感谢咱的武忠大哥、春德大哥、玉玲妹妹，哈，跟咱宜良大哥大嫂，曾大哥嘛，拢咧甲咱拍婆啊，吼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就讲到一卡皮箱，就是出外嘛。啊，出外观众朋友啊，这段时间吼。天气即马咧向反凉来啊！迄几工的时间，迄有当时啊吼，早晚温差真正是吼真大。啊，你若有一寡心血管的人，有问题的人吼，啊，你都知影讲，咱都有三高吼，血糖高、血液高、血脂高的，啊是讲有高血压的人，你都爱注意啊，你的心血管的问题吼，血路爱循环爱好，啊若无好的时阵，就尽量出门，对安那保暖爱做嘛。啊，无就无出门，佫袂使。有人讲啊，我都一定爱出门的吼。无啊，像方玲安，无啊伫者，围巾爱下者，吼。啊，若讲咧骑机车人手套一定爱安怎爱挂者，吼。像讲长就好啊，长就有迄司机老大哥啊，吼，50几岁尔呢。我咧讲吼，心肌加塌。哦，啊，一车载几个呢？载40几个了。啊，好佳哉吼，爱去载着阿兵哥啊！啊，阿兵哥反应足好，较紧吼，看到安尼直厝去了吼，hand道路较紧甲换倒转来，啊，一个吼较紧诶，迄吹油诶所在较紧甲扭开安尼吼。赛路，嘿，赛路所在吼，啊，所以讲，嘿，所以讲吼，观众朋友啊，出外吼，也是讲本身你都伫厝内底，啊，咱都有即种循环诶问题，一定爱甲注意哦，嘿。是啦。好来。安尼吼，老师准备第2首歌曲，放你来进一段广告时间，谢谢。好来，观众朋友啊，今摆要甲咱介绍就是咱的4合1，吼，4合1了，极品4合1。即内底有咱西藏的正港西藏的哦，大红花，大红花，就是说红景天。系，咱红景天专门针对着讲咱的大条、细条公路，互你的循环好，内底互你的即个氧气有够。啊，若讲安尼不断的，感觉闷闷疼疼，哦，安尼点点正正安尼啊，你来一红景天上介好。这红景天伫即个成吉思汗，甲即卖主是已经吼算不可考啊。对啊。吼。迄伫着即个高山的时阵，4、5千公尺啊！嘿啊！哈，咱人看迄马安尼伫咧走，人喘疲惫，啊马那不要紧，结果去食即大红花，都是食这啦。吼，叫做天树草，才知影通使用即个物件。吼，啊，即绿树悠久啊，伫食的时阵对咱帮忙真大。尤其是即个莫大哦，嘿，啊天气凉冷啊，你知影讲即个莫大一定爱顾咧哈。啊，当然即内底咱还佫有一个纳豆激酶，最专利的哈。日本的哈纳豆激酶，
这内底敢若含量纳豆激酶，就一罐内底有22000 FU 啊，等于人咧卖迄安尼纯的一罐的纳豆激酶内底含量，吼啊，咱这拢总特别高倍数浓缩过啊哦。纳豆咧食安怎？食咱公路内底，吼来提黏黏的去剔掉的这啊。纳豆伊就会甲你溶解掉，啊，佮有一种叫做日本的 Q10，伊呢专门互咱的新陈代谢，互咱这公路，我咧讲哦，毋是干那过路会通尔呢。啊，我咧讲爱会 Q 软，吼，爱有弹性，毋则袂反顶反侧，逼者就断去，逼者就破去啊，对无？来，啊，这就是吼，咱 Q10就是咧食这，佮另外一项，观众朋友定听人咧广告的，这叫做。清豆腐，公路内底清豆腐哦，叫做红糟啊，嘿红壳啦吼，红菊啊，伊这呢专门咧清咱内底的，清咱公路内底油啦，吼有的人吼安尼提油通通，吼啊直直切掉咧，油腻腻，你的本地遮大公直直洗掉去啊。莫怪你会去踢去，所以讲这踢去有足侪原因的，对无？是。但这4种所有的原因，拢总甲你专门解毒。啊，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你唔免去买4罐倒来食哈，咱这内底就是4合1，而且每一项的成分拢总有够，你会当加省足侪钱的，嘛唔免食一规面的哈。来高倍数浓缩，互咱观众朋友哦，4合1的，这一盒2000块。内底60粒装，食1个月，平常时保养一摆食2粒就有够啊！你若甲我买细组，我有犹太2罐，就是2800块。係。啊，你若甲我买大组的，真侪时段讲吼，我拢买大组的啦。啊，2公某同齐保养对无吼？啊，着保养嘛爱食一段时间。来，大组你着甲我买2组，吼，2组安尼吼，我用4盒是5600块对无？犹太介绍5000块，而且。再加送1盒哦吼，来，安尼拄5盒5000块，一盒剩1000块尔，对无？1000块食1个月，60粒装的。来，观众朋友，咱即马吼有备菌的人客，即马吼要互恁加码哈，吼，互恁放大使用哦吼。来，即马呢，你若甲我买大组5000块对无？你搁摕着500块，会当加1盒。搁加1罐互你。嘿，啊，你即马啦吼，当然摕1000块，上济摕1000块哈，我们可以加购2盒。所以讲你摕到6000块，即摆当摕到7大盒回去，电话用起来哦，用起来哦。来，0800810581，0800815181，这样物件观众朋友你一定爱食。咱这有足侪观众朋友，甲咱食好，甲咱斗相报。真侪人吼，因为这安尼艰苦会提黏黏啊，啊直直洗掉去啊，哇，胃头前疼来到后边啊，足侪时段食好，甲咱斗相报，咱导播准备一下哦吼。公路塌掉的啦，是。啊，所以讲即个莫大心芳味叮当，哎呦，芳甲衬烟，吼，芳甲讲啊咧，空棒叫安尼，这行路时咧喘屁屁。对。即款的做这时阵呢，你今日食迄吼，啥物啾，哦，安尼也无够。迄款西药是有效无效，有效有效，有效无效。哎呦，对。啊，这毋是较，安尼我咧讲，真正有够好的哈。我咧讲话，嘿，真正有够好的啦吼。来，咱即摆来听咱观众朋友吼，安怎讲吼？咱伊食了伊的心得要甲咱观众朋友做报告哦吼。来，谢谢。哎，芳林啊。哎呀，阮大哥哦。这个我甲你做，按今天啦，我90岁的咧。哦，你声音才响着咧。我想讲，食有效果咧。你讲你食啥物？无啦，食迄安今天啊，以前咧我心脏哦，会扩大咧对无吼？啊，行路吼，安尼叫安尼啦。啊，食了有效果就对啦。食迄安今天啦。啊。你今年几岁啊？我今年90岁啊。哦。有影咧，确实咧，毋是有别讲咧。啊，另外又搁食迄鸵鸟精啊，我拢甲你做咧。做鸵鸟精啊，红景天啊，安尼啦。了，咱食了袂歹啦。是。讲食了袂歹，就继续甲你做。好。再见，马仔会到。拜拜。你看嘛，阮的文德大哥吼，90岁啊吼，但要来甲咱做见证哈。所以讲来观众朋友，要互咱身体用吼，啊袂安尼喘屁屁济啊，互你安公路大细条，拢总会通会清。对，你的总源头，吼，来甲你做好势，安尼。
像这呢，真济讲像这毋是拢总侪伙人咧食，无影哦。啦。你若像这公路循环的像这问题吼，真济有诶10外岁啊，即马饮食习惯拢无共款。对。吼，20几岁啊，先都脱掉咧啊。吼，赶紧甲清清。来，电话甲考08008558108008151811。哎，你好。喂。哎。我咧讲吼，大组即摆7罐6000块。嘿啊，你敢捌食过？嘿，啊食了安怎？啊顶个月买细组食了安怎？哎哟，恭喜你呢！哦，这位大哥恭喜你哦！嘿，好，我给你下开哈，谢谢。好，感谢，谢谢。来，观众朋友哈，电话即摆开始互恁卡哈，阿芳您刷卡来给恁做服务，来，谢谢导播。感谢咱观众朋友来，即摆线顶吼，咱观众朋友哇，一个天气一个反凉冷尔，真侪时段哦，足需要坐呢，吼。这当然，这平常时保养是足重要的吼。来，咱即摆互老师来唱歌，啊，芳玲呢线卡来甲恁斗做服务哈，莫互咱观众朋友等伤久哦吼。来，电话恁继续卡，老师安排这首或者男子汉的话。来，康天来大哥，咱的林太太，咱玉玲妹妹收听，来，谢谢，我来接电话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来的痛苦无人知，男子汉的心内，有情有爱有目屎。
是无奈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你会知，男生并无辜负着你的爱。男子汉，男子汉。男子汉的爱。哎，感谢咱的市场大哥、神叔大哥，也有咱台南的林大姐、大肚林大姐，还有个咱这个美艳姐姐，咱的千怡姐姐，谢谢中永 A 奖，咱的玉信大哥，台南的杨大姐，有新朋友哦，8545新朋友哈。美艳姐你好哦。哎，这呢。哦，咱的中立的朋友。系啊，对。讲呢，都安尼吼，内面一内底安尼去听，至少要个20个。拢伫收看咱的节目。安尼哦，哇，谢谢啊，感谢感谢，咱观众朋友就是安尼。那安尼吼，咱的节目一个开始的时阵，拢会烧酒啦。对啦。哦，来看这台，看这台，看这旁，看这旁安尼吼。工人甲芳龄，阮会尽量做，安尼做，互咱观众朋友满意。尤其是咱工人老师咧唱歌的时阵，拢总非常的用心啦吼。谢谢。来，咱天气真正是款凉冷啊，咱观众朋友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的，绝对袂使有遗憾的事情发生。哦，像讲昨我讲的这50几岁咧，阮这司机啊，迄都遗憾啦嘛，对无？其实咱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啊，袂使讲等到乌寒来啊，等到讲阿妈滚紧的寒啊，哦，心脏会假疼，还是讲会喘啊。伊这会当预防的。对。吼，预防的时，咱若失注意。若去发生安尼就唔好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你若感觉平常时的时阵啦，吼，咱咧讲着这个血路循环嘛，对啊，对无？血路循环若无好，人安怎？吼，头壳黑暗形啦，吼，目睭出花金青啦，骹尾手尾嘛会麻呢，含滚筋啦，吼，安尼暗动动啦，肩胛头先电翘翘啦，吼，骹麻手臂啦，是啊，心脏无力，吼，甚至的时阵对无？气伫咧行袂过关，血都绝对行袂过闸，伫咧酸抽疼，吼！你除了讲者补充这骨精髓以外，我甲你讲吼，这个血路循环的时阵是足重要的对。人较早古人伫咧讲啊，讲这金是女，汗是用啦，无事防身己，有事就要求就较迟啦。安那讲啥？伊讲吼，平常时啊，咱若如果来讲，都爱咧烧香拜佛。做好心做功德，咱身体嘛共款呢。你唔通等啊，平常时啊是你无注意啊，去钓对吧？要栽拢歹栽啦。对啊。吼，嘿害拢害。讲话就袂清楚啊。家在时阵啊，讲做好代志，小心无失本，吼。小投资啊，互咱身体较健康。对啊。巧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大家讲有影。人工人咧讲的时阵呢，真正事实。我咧讲吼，钱爱开伫家己的身上，唔好甲医生讲加分啦。吼，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吼，咱平常时啊保养足重要的哦，吼。来继续芳龄要来倒来继续或者可怜酒家女，吼，咱这是青港大哥于小姐哦，来甲咱所点的芳龄现场，谢谢。最
舅大嫂总有一家，林森大哥你的婆声。谢谢咱的管后阿姨啊，感谢咱徐爸爸、徐妈妈的掌声。可怜的酒家女，可怜的酒家女吼，嘿，环境所环境所伫的啦，对啊，毋是咱本身的先爱虚华。对啦。较早农业社会，古早时代啊，这会去用掠去做迄酒家女，毋是个台湾尔呢。日本嘛有啊，日本的时阵呢，是，迄查某囡仔是呢一袋袋汉安尼尔4、5岁，甲掠去做艺妓。做艺妓艺吼，总讲一句，迄拢毋是伊家己愿意为着家庭啊，对，阿公阿嬷有可能是大人的时阵破病艰苦啊，对，可怜的酒家女来。好，安尼吼，这首歌曲希望咱观众朋友介意啊，老师搁来做准备哦吼。来，芳玲来进一段广告啊，拄则讲的，咱的公路大细条的吼，咱的红景天4合1哈，会记得来，即摆电话搁继续甲咱卡哦吼，摕转去做保养，互你循环好，互你安那袂安尼。爬伫楼梯的时阵，1楼2楼尔就喘鼻涕这啊，互伊会通、会清、会顺吼。来，咱这4合1的哈，即马60粒装的，买着7个月份才6000块尔，一盒我咧讲毋免甲1000块。来0800815281，啊有的人讲，啊都安尼食安食太啊疼，像迄天我安尼吼，车目去，啊我一个转，我咧讲哦，真正去闪着，我咧讲观众朋友啊。这有够好的啦！芳玲的能量贴片，这个能量贴片，这内底呢，这是我甲加开的吼。这内底拢总一袋内底拢总有200几粒咱的磁石哦。每一粒的磁石拢总会当互你做咱这个针灸棒，咱针灸每一粒拢总会当甲你做针灸。你若较认真的加一袋，我跟你讲可以重复使用，会当3年的时间哈。这日本，我跟你讲一盒就是600块。因为这一盒内底有5袋，一袋120块。那日本咧卖的时阵是600块。观众朋友，这真正是外销日本的哈。咱观众朋友啊，台湾人恁即马吼足福气的。观众朋友即马呢，要卖互咱观众朋友的时阵呢，一组就是4盒，4盒的时阵呢，4盒都要偌济钱啊？爱2000几块，2400块对无？啊，2400块呢，每一盒
观众朋友有5块装的哦，是5块装的哈。即摆甲咱主文交代的时阵，直接优惠2400块4盒对无？优惠价格就是1200块，1200块呢，就观众朋友买2盒送2盒，要互咱观众朋友体验啦对无？什么叫做远红外线的能量贴片？这内底拢有一粒一粒的远红外线哦，吼啊真正足厉害。今仔甲咱主文交代的时阵呢，因为天气反凉，你啊真侪时段拢总会暗卡卡的。吼，会安尼好，安尼爬袂开这啊！来，即马甲咱主文交代时，买4盒12块对无？来，一4盒再加送哈，所以讲你即马摕到是8大盒，8大盒几盒？哇，40块伫咧哈！来，0800-810-0800-815181。哎呦，这功效那会当达到3年啦，因为咱这内底呢，会当甲你会当互你重复使用。你即马袂黏的时阵呢，你搁摕迄个咱的透气贴布吼，搁甲同款搁会当使用。吼，啊，若讲袂黏的时阵你无爱用啊哈，你会记一块一块甲囥开，甲厝咧啦眠床。除了枕头，我咧讲吼，你就是敢若吼，人个远红外线迄啦，负离子的被，还是枕头，迄有当时啊一顶眠床啊，远红外线一顶眠床爱20几万伫咧呢，唔免，我这内底我咧讲质量绝对拢总有够的哈。来，0800-810-0800-815181电话，谢谢。来，谢谢哇！感谢新朋友1100的，还佫有咱3798的，感谢恁哈！我咧讲，若这时段吼，都毋捌用过便吧？若用过讲，哎呦，无共呢。当然咯，这甲你伫迄买啦，10块、15块，还是讲30块，迄天差甲地啦。物件爱用心的。对。吼，愈新，这个就是讲啊，伊就这个经济嘛，吼。对。啊，若如果人咧，人爱用久的。对。吼。愈济岁时阵，迄个聪明变成智慧的时阵，不得了。对。啊，若有智慧，来即马就讲有智慧的咱这时段吼，恁即马电话赶紧甲卡，真正，互你吼安尼哇，差有够济啦！来，我即马要来接电话哈，感谢咱美红姐哦，嘿，谢谢，喂，你好，嘿。所以要来感谢咱姐姐啊，咱听首手机一寡种乡亲时段吼，咱的观众朋友要甲献唱一块。男儿的心声。
孤单的咱孤单行，孤单的话谁人听？寂寞寂寞打出着我如斯的脚步声，静静的笑无时定，在怕一路偏偏行，车来老着伤心无明名，孤单的咱孤单行，孤单的话谁人听？寂寞寂寞打出着我如此的脚步声，静静的笑无时定，在怕一路偏偏行，来到着伤心无形名。咱们的心声，谢谢咱的总勇给奖，林贵大哥、周春兰大哥、秀梅姐、李大哥，刚才陈楚大哥、蔡大哥、郑大哥、林大姐、月凤姐姐的掌声。来，小等的录节目了后，感谢咱观众朋友今日准时收看咱囡仔婆看下节目。咱录节目了后，来头前有咱这个服务专线电话哦，080081810800815181。录节目了后，工人帮您线卡继续甲您做服务，电话甲卡通，互您身体健康。080081518108。